在甘当咱的油门，咱的控抗，总是咱行做伊手之法，互相提拍，各受苦楚。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害，伊甘当刑罚，咱得着平安；伊受鞭拍，咱得着医好。咱亲像羊迷路，别人行家己的天路，了花互咱正人的罪，拢归伫伊的身上。以上。这是咱的安心来写上主定时一地关闭的时阵，咱要想念主为咱的罪来受死，就是咱安心来过。
真的没有预先的去设定。我想这最痛的时候，在播放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连投影机都不忍心正常来播放。我想主耶稣基督，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他所受的痛苦，真的是我们最大的恩典，也是我们最需要去追随主的。一起那边请林长老来带领我们祷告，为教会复兴，为我们更加能够跟随主的祷告。准备听咱们的主，我担心来到伫主的面前。既然主你为着阮的罪来受苦，变成个你的宝贝来赦免阮，阮将满心的感谢主你极大的恩典甲主的疼。我伫即时也恳求主，你来复兴你所设立的教会。伫阮冷淡、软弱、甲家己同意听主的时，求主你圣灵的火点着我每一个人的心，会当记牢主你的教示，甲主同行，专心伫意跟对主，遵趁主你的带领，忠心伫主来服侍。求主你也复兴我的敬拜，我的敬拜，每人定用嘴来唱歌，我咱用我的生命来敬拜。求主你也复兴我的祈祷，我的祈祷每人追求恩典，我咱较让主有较亲密的结连。求主你也复兴我的行动，我的信仰每人听入伫教会内面。会当行出阮的教会，甲你的听，甲你的福音，会晓来影响咱周围的人。求主你也时时刻刻用你的灵来感动阮每一个人的心，你伫主你的时间，复兴教会你所设立的教会，变做主你的荣耀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来使咱来日的第二段为着教会具体来祷告。首先，咱要请罗伯执事来为咱读信祈祷。我的心情你着学乐耶和华，我若伫我内面的，也着学乐伊的圣名。我的心情你着学乐耶和华，毋通为伊一切违规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医好你拢总的病，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，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冕领，用好物祝你的心愿，互你福岛少年亲像羊鸟。一时咱要来唱歌诗歌，有人在为你祷告吗？马可福音第11章第24节来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
姐、美玲姐、桂香姐、崇义长老、基恩长老、伯利长老、伯恩长老等现在身体健康，教导伊的亲人来祷告。咱嘛要为着教会身心、家庭、事业、工作不顺，或者是说有些事情不便其时的人，我们来为他一一来代祷。我们大家一起开始。
教会的肢体，为会的身心灵带领我们一起再次的来祷告。主天眺望的上帝，我伫受难日，当亲为着病痛中的兄姐，恳求你用大权能来医治，互因早日当恢复健康。伫即时，阮特别为着曹信兄、罗弟兄、信宏兄、玉茹姐妹，有彩玲姐、春莲姐、秀月姐、月儿姐，还有美娥姐、美女姐、桂香姐，以及我们的崇义长老、西安长老、国义长老、国文长老，或者更是我们没有提名的，我们一同来用主来祈求，无论因伫治疗中还是休养的当中，互因身心灵拢会当得到勇行。我也为着教会中兄姐伫工作的献上阮的祈祷，求主赐智慧，互阮伫工作中荣耀你的名。阮中间嘛有精神软弱的，恳求圣神加添困难，互因甲主相同行。阮每一个人的家庭，求圣神引带，互阮会当用温柔、相宽容，见证主的疼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的圣名求，阿门。来，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，咱要为着家人一一提名带到以外，也要为自己的认罪来祷告。这时，咱要请国民执事来读经。诗篇84篇第5节到第9节。第5节，伊会落伫你因的心意锡安的大路的，去互人有福气。因经过流屎的山谷，因因变做水泉的所在，搁有秋天的雨的福气，甲因看捌。因哪行开咱哪加天，甲人到锡安朝见上帝，万军的上帝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坚固的上帝啊，求你按耳孔来听，做阮的盾牌的上帝啊，你着看你受挂油者的面。这时咱要来来认识文化是一个，请大家对爱恩台语诗班来做伙唱一条文化是。
会友行到台前，从伊手边下小垃圾，请刚刚6点倒以后，行到台前，像即马小事讲把台前的一个垃圾点倒，点倒完回转到你的座位，然后为着家己为着厝里的人来祈祷，即是咱来开始点钟。咱即摆要点钟的意义，除了讲咱要小量子为咱的罪应是日记有点以外，实在是咱要点着这垃圾，因为主为咱的虽然性质是日记以外，伊有告我，互咱得到永生，咱要点这垃圾来纪念伊，来感谢伊，伊会告我，互咱得到永生的恩典。这个会友咱有缘坐咧咱的座位，咱认真来上书。主，伊是日记中，即礼拜内面受咱的种种的欣赏，伊为着咱人来到世上。上尾，为着咱的罪，来得的是日记，为的是啥物？有诶，咱若一句是，就是听，伊听咱，比伊听伊家己搁较听咱。今日圣诞节，咱来孝念伊对咱的听，所以咱点倒的垃圾，是一个。听心，归类伫是日记顶，这是咱所有基督徒、所有教的会友对伊的孝念。过来，咱要请最后咱传长老，互咱所有的会友来祈祷。
为着咱信徒个家庭，全家归主，全家服侍来祈祷，感谢主。是啊，老爸，阮非常不甘，与你相爱，独生的圣囝，今仔日心所关，流出你的宝血，水千万拢作水。你受逼迫，我得到医好，总是我若受着，克西玛尼园祈祷了后，后来就是受无限无尽的凌辱、侮辱、逼迫，甚至受定死，伊受伫架顶。我该做出一切，为着陪伴我的亲爱的主耶稣。我嘛要陪伴我内面这个兄弟，我当容易伤，也无当自主呼吸。我希望你对伊的心肠会当看出上帝你的奇妙，互伊真紧就会当康复来，归向主你的面，完全会当甲呼吸，完全来恢复。若是毋敢调轻听，刚开始治疗时阵，你还阁叫我3工来做礼拜，化疗了后，精神愈较无好势，咱呼吸嘛有困难。总是阮知，即个过程过了后，主会互伊完全的康复，得到健康。落落空去班长看顾伊，伊是阮足心爱的兄弟。主空去你乃是你款人的献手来帮咱。我条件完全互了者，入来到我遮，今仔3个做礼拜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主，你若知，信用了解伊拢坐遐搁咧治疗。主空去了治疗，也非常好势，上帝平安加伊三甲做伙。主，我看着没有事，看着没医治，因的手骨拢受伤。主，阮知，迄个是种非常痛痛，所以我若知主会犹原用你的圣手来帮助因，我就恢复到完全。疼痛会得到上帝你的帮助。主，逐礼拜我看到蔡英姐，今日祈祷的时阵，你目睭愈来愈紧，莫相信是你做了，目睭完全紧起来，精神完全好势，也看我哋生理这个心情。完全照顾阮的家庭，每一个人，完全照顾阮所有每一个人，而且一直提名祈祷。阮这提名祈祷的兄弟，也阮家己本身家庭每一个人，上帝恳求你纪念伊的名，记得伊的名，互伊每一个人，阮家庭每一个人拢会写入到世界的顶悬，甲主耶稣同死同活。主，伊受难这个时阵。我用着老表的光来看着主来到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无接纳你，总是主愿接纳。有这个光会当照满全世界的黑暗，有这个光会照满阮心内的污秽，有这个光会当照亮阮每一个人伫主内面所伫的日子。主，恳求你的光明伫阮心中，主，你的受难，还搁再一摆清起。阮爱完全倚靠你，阮倚靠你的中间，阮才会当完全得到上帝你的后放，互阮会当问阮家己，会当为着主你做甚物时阵，互阮会当陪伴你，伫这受难这时阵，叫你发觉辛苦。阮将你做祈祷交托伫主你面前，恳求主你爱看见安尼祈祷，用这所基督圣名来祈。阿门。